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绘本内底的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给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，是来自桃园市的李丽，也有伊的囡仔阿安甲阿环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丽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环。好，咱较拄啊看到迄幅图，是毋是落雨啊？对。迄个妹妹，伊穿啥物？好妈妈。搁有啥物？好诶。吼，恁有落雨天出去耍水的经验无？有。敢有好耍？好耍。我感觉歹耍咧。你感觉歹耍？为虾物？因为我感觉你穿雨的话，其实我感觉嘛无较防水啊，感觉嘛共款的淡去。只要我自细汉xã會的時陣，就玩雨的時陣，就我潮水潮咧，就一直衫就淡去啊，我就想要去換衫。哦，就是壓淡去，黏身躯无爽快吼。吼，恁较拄啊有看到伊边仔有一张啥物？就是恁敢有食过酸笋？有，敢好食？好食。食起来是啥物滋味？伊啥物色的？有紅色甲紫色，紅色甲紫色，酸酸的。酸酸的。是感觉你冰起来安尼，也摕出来食，烤就做好食。哦，对啊。结冰较好食是无？冰啊，外口拢是冰的时阵，你搁摕出来食做好食。吼，对啊。吼，顶摆阿姨有摕互咱一寡对无？你敢有看过还袂熟的酸水？啥物色？无呢。还袂熟的，无吼。敢若是青色。哦，系啊，嘿，伊若豆熟就会。就变做慢慢先变做敢若是红色，甲变做紫色。哦。紫色敢若上好食。嘿，你敢知影？伊酸水伊这牛仔树的牛仔叶是要饲啥物的？饲牛啊。饲牛啊。恁敢有饲过？有。敢过会记节？会记会记节吼。伊牛仔过来变啥物？好食呀。好呀，对。迄种实在较歹。对，伊是袂吐丝。搁安怎结茧对无？对啊。好，我问恁咯，雨满甲雨下啊，搁有雨伞，落雨天的时阵，恁较介意用对一种？雨伞。为什么是雨伞？因为雨伞会使压较济，而且雨的内底较袂滴水。吼，为什么你较介意雨伞？因为其实我感觉雨伞就是你袂感觉身躯怪怪。哦，较袂。是雨伞你无惊雨啊，迄其实根本就压淡啊，迄根本无风水啊。哦，雨满会翕掉的对无？就超热的，根本就已经压淡的迄种感觉。毋过若雨真正足大的时阵啊，你雨伞毋是飞去，对吧？迄是风足大风，该不会走。但个安尼雨满嘛飞去，所以就爱摕雨伞甲雨满拢。所以迄时阵应该是雨的上稳。好。对啊。但个就雨的内底拢对啊，内底拢带水呀。拢带水啊，水拢储水储甲拢内底拢是水，吼。恁进前敢有袂去学校袂记去炸雨伞，还是雨满的时阵？无啊，但个我有一间，我有一间伫咧学校啊，就是伊就是
但是我雨伞甲安全帽拢囥伫遐，一摆袂记即台，甲过讲较迄啊，雨伞嘛共款。哦，袂记即题，因为过来无雨啊，对无？早起咯，过来无雨。啊，你对一摆袂记？我有一摆袂记，但是因为我迄时阵有，就是学校有先放一支弹遐，所以其实我袂记真早起，但是我是用学校放的迄支。然后你有放一支 UB 的，伫学校万一就是雄落雨的时阵，窗儿会使遮着无？但是我敢若即摆迄支雨伞敢若搁伫学校呢，哦，因为我。哈，你无早转来？因为我停课个迄个发烧，所以无得动。吼，啊！你过来，你放学拢有排路队对无？有，啊！恁排路队的时阵，你拢咧想啥物？甲同学耍诶，无咧想物件。吼，啊嘛会使讲话，嘛会使耍是无？会使啊，所有诶人拢会使。吼，啊！你进前有你排路队，啊，甲会出来的时阵，妈妈袂赴去接你无？有呢，有一个是5分钟，较晚一寡。啊，有诶是3分钟。哦，有诶是3分钟。吼，啊！你等无妈妈的时阵，感觉足紧张的无？一寡嘿，一寡足紧张的。吼，好，安尼今仔日咱就先到遮咯。好，咱牵囡仔的手。来听来听囡仔讲，咱后回再相会，拜拜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择。台语好保守。台湾的热天人真够雨，伫外面也是参人注视，一定爱穿雨衫。空中好朋友敢知影，雨衫伫台湾是安怎演变的？这部上来去，咱邀请资深的台语专家萧凌春老师来为咱讲详细。雨伞应该是足慢才出来，已经做甲像伞的形啊。啊，无伞的形是较早上披的尔，毋若个用铁的，个从古早是怎？白带脚只片，咧烧草的时，白带脚只片，迄底下边的迄做骨板，迄做骨板，啊，那一个像骨的形安尼，啊，六月掺水，迄条歌就。讲啊，足水诶！六月掺水，嘿嘿嘿嘿，着当地烧咧。六月掺水足烧诶，啊，所以咧烧草时，哦，迄无骨板，会拍到要高面。啊，过来，西洋诶雨满入来啊，咱就讲做番仔满。啊，番仔满就是规领全拢落。啊，即摆雨衫搁较讲究，衫番衫，裤番裤，吼。啊，雨满，咱看即个满就知影是干那满呢尔。骨板也好，啊，过来我拄仔讲诶，烧草会用，这可能无人挑过。骨坯，坯衫诶坯，抽手边搁一皮，骨坯，再坯伫迄个脚趾边。啊，即款诶时势咧改变，词嘛改变，嘛对咧消失。啊，毋过若要甲古早诶文化连结，一定爱捌遮物啊！啊无，你读着古早诶文化，都毋知啊。热人交雨水，因此嘛有一寡甲落雨有关系俗语流传落来。啊，若讲到落雨，咱落雨是台湾足世上诶，啊，所以。落雨的词是一个山，啊，我介绍几句就好。去食望普渡，无问题。下普渡袂赶去食，做兵望落雨，免吵，吼。
抱田落雨，较赢娶某大度。意思讲，若抱田的时候落雨，哦，足好，迄拄要大啊。当江望落雨，去接望普渡西公望架裤。这落雨的俗言语，伤济啦吼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标题叫做《雨天的桑葚》。桑葚的台语要安怎讲才正确咧？来讲桑葚，咱台来讲桑水、桑材。顶一阵啊，阮兜一丛桑水，真正生甲就爱淡落来，规个拢水落来。啦，泉州海口人，因讲做桑材，因无讲桑水，因为桑啊足好做药，所以做药材，所以讲桑材。像迄个歌仙，7字的歌仙，伊用到桑材嘛有，桑水嘛有，毋过桑材是出现伫泉州腔的歌仙。桑材伊接桑叶线。先我定金接一支，两人上阵拼生死。各人祭宝真出奇，祭出宝贝，祭宝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